后来，这个罢免结束了后，国民党的立委徐巧芯体恤幕僚的辛苦，是招台的团队员工旅游出国到捷克去游览，结果伫机场有一段小插曲。徐巧芯讲真拄好，伫机场拄到嘛要出国的王义川，伊先是假做王义川的卖将。 我过要甲伊翕相，随后点出着家己的身份，结果煞互王义川甲泼冷水回应讲无想要插你。网友形容这个过程就是徐巧芯的心，王义川的义，会这个心会义定。先生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可以跟你拍照吗？我乌林目镜做翕，雄雄看到熟悉的，哪会遮尔对我好？没有啦，我是你的同事啊，认出来了吗？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机场拄到民进党立委王义川，先惊做是卖将我紧，落尾乌林目镜摕出来讲家己是谁，敢若看到王义川面啊青顺顺，赶紧让港选。网友看家己爱笑，徐巧芯嘛回讲要找伊推销粉底液，啊那其实两人拢是趁立法院开疫情难碰出国佚佗。 拢是要去欧洲省，伫咧路易煞拄着熟悉的家己人嘛来讲话，认为休困的时间甲人交了，安尼唔好。出国能遇到同事的真的很巧，但也要尊重对方的隐私权。只要他不比这样，我都 OK 的。只不过是拍一个招呼，国民党立委谢良解讲，后边会当笑笑改演一个。我看那个影片也是。 展现巧芯的幽默，可能在大罢免两军对垒打得相当激烈，还没有沉淀下来，一时不适应了。在回国的路上，如果再碰到，可以再重新调整一下。我只能说，这是徐巧芯委员对偶像王义川的仰慕吧。 就好像我们在追星一样。罢免煞果，台面下调影活动，嘛正做差两个话题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